再来看台南后壁区这大水退了第二天，青寮的旧街呢，真侪店家是摒细咧清理，大多数这电器设备拢已经浸下去，就连厝顶嘛漏雨，互在地人是真无奈。即马中央政府是伫咧台南来成立云嘉南灾后复原的渐进指挥所，国务会已经进驻来讨论治水的办法，希望唔通搁再传出灾情。 在后第二天，规个店面愈加加，后壁青了老街，才会店家趁水摕赶紧的整理。较无奈是电器家电拢总互大水互淹着，地势歹歹去，要清理家园就要搁一段时间。在咧一个居民反映实在无法度处理，希望政府斗帮忙。另外，自顶一个风台走，即阵天气三不五时搁无稳定，厝顶也未修好的民众，变啊落雨厝着滴水，互因清袂离，有影真无奈。我家一人安尼流，啊你讲正经啊，用规个咧流，安尼不过爬袂起啊。希望讲若讲像即种情形哦，政府会当讲派讲吼有一个较老的遮吼，会当甲帮忙啊。你看保安遐济，安那遐济。啊，所以就算讲你有暗嘛是会漏水哦。有啦有啦。啊，就无奈就对。嘿啦，啊你看，阮家入水呢，你看你去啊，迄间面重买啊。内底嘛是哦。佮村里间个大一尔。行政院长张罗南勘灾宣布说，云嘉南灾后复原真正指挥所由政务委员陈金德担任指挥官，3早透早，内政部、经济部、农业部甲工程会等单位已经进驻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，嘛先开第一摆会议，针对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，讨论要安怎有效来掌握工具甲工法，嘛拼要伫明年雨季进前完成重要的治水工程。今天呢是第一次的会议，针对了民宅的一个修缮的一个样态以及后续的协助的这个机制，都会来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以及进行的一个方案等等的。另外，已经因为台南市洪灾造成厝遐受损，补助方案拢已经公告啊，会照算长的程度来补助1万、5万、10万。不过因为拄到大水后，台南停班停课，作业停书有前着，公所嘛讲，拜日1万块的补助案已经发963件，最近会个陆续会入去考察，这灾害补助拢总有24000件，相关单位嘛等咧赶紧审查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